镜头登来台湾，咱来迎接好年好彩头好吉兆。其实，伫华人世界当中，也有真侪牵连着好的风俗，亲像生上上好的人，就有一寡欠算袂当做的代志，甚至伫民间传说，阁有好姑婆这种会食囡仔的恐怖的故事。毋过，也有亲像好爷公守护囡仔的神明。这也就是讲，好仔形象其实是百款。伫德发基就有一间博物馆，因即马有办展览。我呢，咱即马就带观众朋友来听因讲好仔的故事。现开翁仔册好姑婆的故事，真侪人拢听过。恐怖的好姑婆，互囡仔拢真惊。但是好，佫常常互真侪公司当做商标等等，无样古锥。白白拢是好，亚洲文化内底形象算是百款。因为好这个音吼，甲好物件即个好是共音，所以伫个一寡咱企业的即个娃娃，就是企业公仔的所在呢，拢有用好的即个形象伫个。阁有展出19世纪末期的绣娘为囡仔绣的虎头帽啊，传统民俗认为安尼会使守护囡仔平安大汉。毋过守护的人禁忌嘛真济，袂使做活动，有人生囝嘛袂使入去散房，就惊冲着喜事，因为安尼当着好年，红鞋啊总是较少。亲像咱守护的朋友啊，拢细汉的时阵袂当做迄个伴嫁就是花童伴嫁的即个身份。大家拢知影7月半伫厝的时阵，感觉厝的可能较阴，要个守护的人吼，即个气较强，所以呢，会请守护的人先去厝的内底行行坐坐。今年是好年，台北迪化207博物馆的好年好事展览，带民众认捌亚洲文化内底好的各种文化意义甲趣味的传说故事。记者高文流水台北报道。